好，你们不是爱赌吗？那咱们就来好好赌一赌。好，将军要赌什么，我都奉陪。咱们就来赌命。赌命！过来。看马老三从来不欺负女人，你说吧，咱们怎么比？巧了，本将军也不欺负男人。我和你比力气。比力气，好。哼。说好了比力气，你为什么使诈？本将军用的是脑力，不是你这蠢笨的蛮力。胜负已定，此局是将军赢了。接下来，谁上？让我来。我来。将军鞭法了得，就让张某领教将军的高招。好，若你能胜我，我这条命便是你的。军师，此局将军危矣，您还不出手吗？放心，她不是一般女子。将军功夫了得，我认输。若非你这卷宗，我今日一定不会如此顺利便收服人心。你这军师，本将军认下了。将军，好话，那你我是否？我身为将军，肩上担的不只是班家人的性命，还有这军营里每一个人的活路。我都答应过他们了，要带他们回家，绝不食言。出征在外，我需要你，但却不再是班化需要伯爷了。你说的这些，我又何尝不知？当初在京城柔谋所为，的确伤你之身，这一点我从未想过要否认。可如今是在疆场上，我怎能放心得下让你一个人面对？你刚才也听到了，在军营，不是谈情的地方。无论他们怎么说，我在意的只有花花。在这里，我不是画画，是将军，而你和我，也只是将军和军师的关系。除此之外，请不要再多说一句。